喂喂，你有冇試過半夜瞓唔着，望住天花板諗間屋咁貴，點解唔可以變現金機？如果你層500萬樓，每月叮叮自動套16000蚊出嚟，仲終身免費住，唔使還錢，唔使賣樓，仔女都唔使伸手，你會唔會即刻彈起身打電話俾銀行，定係話發財哥又嚟呃我？頭30秒俾呢個超簡單腦筋急轉彎，快啲計下你間屋值幾多，睇下可唔可以變場量額，計完未？好，聽落去，保證你笑住笑住就學到嘢。我係發財哥，專同大家講有用資訊，得閒分享收息保本退休生活資訊，希望你日日開開心心。今條片分開6個大部分。第一，逆按揭係乜水？第二，2025最新數字爆升50%。第三，鮮為人知嘅隱藏內幕。第四，發財哥5大獨家精闢觀點。第五，8個真實長者個案逐個拆。第六，記得睇到最後有超爆三寶組合月入26000秘訣。如果想知道最新秘聞，想快個朋友知最新猛料，記得即刻訂閱，訂閱完開恩檔，唔好俾老友快過你知。好，入正題，安老按揭又叫逆按揭，簡單到5歲細路都明。你55歲以上，有間香港樓，供完或者供到尾，交俾銀行做抵押，銀行每月自動過數俾你錢，筆錢叫年金，你繼續住到老，唔使還錢，唔使賣樓，就好似你間屋變咗隻魔法雞，每月生金蛋，金蛋係你嘅，雞都係你養，終身免費住，終身有錢使，聽落似呃人，唔係，係政府半官方機構 HKMC 搞嘅，正到爆燈。2025年最新情況，7月突然好似火箭咁衝上天，中原按揭話7月登記39宗，比6月26宗，勁升50%，係咪好似食咗火箭燃料？首7個月總共229宗，雖然比舊年同期跌16個巴仙，但7月單月已經係9個月最高，內行人睇門道，因為 HIBOR 跌緊，利率開始落嚟，長者覺得而家入市啱啱好，平均每月年金16000蚊，聽落唔多，但如果你兩公婆申請32000蚊到手，夠晒食飯唱 K 去旅行。單人申請最多佔60%，因為好多獨居伯伯嫌業，雙人3%，三人得0.1%。申請人平均69歲，樓平均560萬，最平23萬，最貴8300萬，樓齡最老71年，唐樓都得，年金最少0蚊，梗係唔使錢，最多19萬8，即係話你間舊到發霉嘅唐樓都可以變現金機。鮮為人知嘅內幕，12間銀行做呢單生意，但97%係中銀香港包晒。7月39宗，38宗中銀，建銀亞洲得嗰1宗。點解？中銀程序最熟、最快批，服務最貼心。按證公司7月收到76宗申請，比6月升咗2成3，累計申請總數有8558宗。終身年金最受歡迎，佔5成3.4，因為最穩陣。活到100歲都有錢收，10年固定期排第2，佔2成1，年金金額最高，但係10年後就會停。再講多啲，2025年利率會係加2厘半，而家 HIBOR 跌到3厘以下，年金會慢慢升，樓價升，年金跟住升，樓價跌，銀行有保險，唔使你補錢，即係你只會賺唔會蝕，好似買6合彩咁，唔中都唔使俾錢，仲有隱藏福利。申請逆按揭，每月嘅年金唔會計入長者生活津貼同綜援嘅資產，即係話你攞16100蚊，政府照樣俾長者津貼4195蚊，一筆過攞，存落銀行就會計資產，唔好咁做。仲有30日冷靜期，簽完約後悔都得，還原費用，律師費5000，股樓3000，唔算貴，未供完層樓，一筆過貸款會先還晒舊按揭，剩低嘅再分期俾你移民外國。年金會停，但而家好多長者留喺香港享福。發財哥獨家精闢觀點1：逆按揭唔係揾笨，係揾醒。傳統思維覺得層樓要留俾仔女，但而家仔女有供翻，有留住，佢哋話爸媽你哋自己使啦，你留層樓俾佢，佢賣咗分錢，仲話你唔使煩，不如自己用晒，享受人生，就好似儲咗一樽30年老酒，留到發霉。不如而家開嚟飲，飲到醉醺醺，開心過世。觀點2：終身年金對固定期，好似買保險定買基金，終身穩陣，活到100歲都有錢。固定10年年金多2成，但10年後就停。發財哥建議，如果你身體健康，屋企有長壽基因，揀終身；如果驚自己早走，揀10年，起碼仔女唔使還咁多，仲有利率跌緊，年金會升，遲啲申請仲多錢。
觀點3，商人申請年金少1成，但安全多100%，夫婦一齊申請，太太走先，老公繼續攞錢，唔使即刻賣樓。單人申請年金多，但一個人走咗，層樓即刻歸銀行。發財哥話愛情唔止講錢，仲講安心，申請前同另一半傾好，開心一齊試。觀點4，樓齡唔係問題，態度先係。樓齡71年都有人批，銀行睇樓值，唔睇樓齡。舊樓維修費高，年金扣少少保險費，仲有錢剩。就好似人老咗，經驗多咗，值錢多咗，唐樓、村居屋、綠表除外都得。觀點5，逆按揭加長者生活津貼加香港年金等於無敵退休三寶。長者津貼每月4195，資產豁免。香港年金100萬，本金每月5800，逆按揭16100，加埋月入26000以上，夠晒環遊世界。發財哥獨家三寶一齊用，資產豁免計入，唔影響綜援。仔女都話爸媽，你哋玩得開心啲。真實個案時間。第一，梅姐70歲，住油麻地唐樓，值450萬，揀咗單人終身年金，每個月攞13000。梅姐話以前成日擔心醫療開支，而家買咗私家醫院保險，每年去日本浸2次溫泉，浸到成個人鬆晒。第二，強哥同強嫂，觀塘層樓值600萬，兩公婆一齊申請，每月收22000。強哥話仔女喺外國住，層樓留喺度做咩？而家我哋報名參加郵輪環遊世界團，去咗阿拉斯加睇北極光，影咗過千張相。第三，龍仔65歲，深水埗細單位值300萬，以前靠綜援過活，而家每月有9000再加津貼，總收入夠請外傭煮飯。龍仔笑到見牙唔見眼。發財哥，你講得啱，層樓係我嘅，錢都要我使。第四，阿伯73歲，九龍城層樓值500萬，揀咗10年固定期，每月多20%，攞18000。阿伯話我身體唔係幾好，10年夠使啦，剩低嘅留俾仔女。第五，68歲，荃灣豪宅值800萬，終身年金每月25000。李姨話我同老換每月去高爾夫球場打波，仲請埋教練，生活有質素。第六，華叔62歲，啱啱夠歲數，屯門層樓值400萬，一筆過攞5萬還清舊按揭，之後每月有12000。華叔話終於唔使供樓，成個人輕鬆晒。第七，珍姐71歲，自己住，層樓值350萬，每月10000，買咗醫療保險加埋津貼，夠食好啲。珍姐話以前成日食杯麵，而家日日去街市買新鮮餸。第八，發叔同發染兩公婆一齊申請，沙田層樓值700萬，每月20000，用埋三寶，月入超過30000。發叔話我哋報咗老人大學學畫畫，畫咗幅樓變 M， 掛喺廳度，成日睇到都笑。申請流程好簡單，打中銀熱線22783399，贈表估樓價，簽約1個月就批，有輔導員逐隻字解釋，唔使驚。2025年 KMC 推得好勁。7月14號喺會展搞咗個自主人生安樂無憂大活動，300人參加，仲有講安心三寶同遺囑，全年有150場講座，15個員工專責搞，內部出錢資助。11月4號邀約又有 Amigos 會員專場，已經爆滿啦，即係話政府想你去用，想你開心退休，風險有噶，不過好似坐飛機咁，機會好低。樓價大跌，按證公司會托底，賣樓唔夠還錢，佢會補貼。仔女想贖樓，隨時還錢攞翻。移民年金會停，但而家長者多數留喺香港，利息滾大，但你使緊啲錢，開心過世。發財哥話人生冇保證，逆按揭起碼保證你有錢使。6大趨勢總結：第一，7月申請數量激增5成；第二，中銀獨佔97%市場；第三，終身年金最受歡迎；第四，平均16蚊一，就算息口跌都會繼續升；第五，舊樓同唐樓都批到。第六，三寶組合月入26000真係冇得輸。記住，層樓係你嘅，人生係你嘅，錢都要你自己使，唔好留層留俾仔女，留翻啲快樂俾自己。最後記得訂閱、讚好、分享俾屋企人，下次想睇得快啲，記得訂閱，唔好俾老友快過你知。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發財哥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